讲假是冻上嫩的地方，创世咱认为卖屋是无聊的条路，到太累也了解卖屋毋是一个简单的买卖。记喊本人希望咱梦想是充满人情味的工作。咱是青师傅，咱想做一个优秀的卖屋人，卖移动起家的梦想家园，也实现陪人买到理想中的屋。今本人係拄好拄到期末考嘅日咧，看那過去，大件90度看到嘅都係專心考試嘅學生嘅。不過一擺我去做職場體驗，讀商業經營科3年生嘅陳師傅摸出90度，連到13年的電腦教室，算係很用嘅呢。我今天没有考试，是因为我是我们班的简报选手。然后从上学期开始就抽离班上一些有关 PPT 的课程，然后我们有参加一些小比赛或大比赛，然后就有在资讯月的比赛中有得到全国跟北区个人团体都有得奖。然后在高中这3年来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雖然師傅的簡報比賽有當大人嘅表現，不過啲商業經營科基本該當愛學校嘅會計、技師、數學內同也到，佢們一時都唔會精彩哦。是我們門市課要學習的 POS 收銀機，然後會有分3類，然後就要點餐、收銀，然後找零錢，然後發票會出來。因為我們高3有實習的課程，然後他們會去便利商店、超商實習，就1個禮拜1天，然後差不多2個月。有些店就會給他們碰收銀機，然後服務客人這樣。這樣不拿，對。唔是參加期末考嘅師傅，基本日本人安排啲校內嘅便利店實習，能夠也種實際去做。唔單止係要幫學生嘅了解正式職場嘅專業需求，更加重要嘅係要感受嘅份職場應該要有嘅學習態度。對，然後看收多少錢就打多少錢，收銀機上面會顯示你應該找多少錢，然後收銀機自動就打。我念商業經營科，雖然說未來出路很廣，可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歡跟別人互動。然後也不想要每天都坐在辦公室裡，所以我想要當房屋中介。然後因為我有4個姐姐，然後爸媽經濟壓力也很大，小時候常常搬家，然後我想買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然後一家人可以舒適的住在一起。所以我想，如果我夠努力的話，業績夠好的話，賣出的房子很多很多，就可以賺很多很多錢。然後就可以回饋父母啊，對。看起來師傅係有效嘅青年呢，對能把前條路嘅目標設定，唔單止考慮到自家嘅興趣，還到幫下人考慮到去。故說人家把當安排嘅連登3年，得到1000萬經紀人好成績嘅邏輯嚴重人，業啲飯經理來做職場專家。相信聽咗做得本師傅了解，對讓你變做一個高業績、高收入嘅中人，有很較深嘅體會。Hello，師方嗎？對，葉大哥好。啊，有跟家人看過房子的經驗嗎？沒有，這是第一次。第一次哈。那我們看這個房子，因為這個房子是新建，所以說我們要來了解一下這個房子的狀況。那之後才有辦法去做廣告，去跟客戶做行銷。那我們先去看房子啊。如果房子在看的過程中有什麼不了解的，記得問我。好，那我們去吧。
那这间我们今天看的是4楼，所以要爬高一点点。家里是要坐电梯的还是爬楼梯的？没有，我们坐1楼。住1楼，那比较好。我觉得叶大哥是一个很亲切的人，虽然我年纪比他小，可是他对我还是很客气，很像广告里上面演的，就是小王小王这样，对啊。好，帮我把门关上。好。对，那因为这间是空屋，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开关总电源。对，那这边是厨房，你就可以，比如说有的客人就会打开来啊，看看里面的状况啊，对，看里面的东西。开门出去看看，动距还蛮开阔的。有些婆婆阿姨可能就会看说这个阳台衣服够不够晒，空间够不够大。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功课是我们就是事前要去做的，这也是我们在带客户之前要先来看过这个房子的原因之一。对，因为客户有很多不一样的问题，那你可能跟客户在介绍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分析给他什么地方对你有帮助。比如说像这间房子采光很好啊，那对我有什么帮助？你只跟我讲采光好，那对我有什么帮助？采光好，可以省电费。对啊，这样就对啦，这也是一个方式啊。无侦查，做一個專業中人，就會記得對人客需求嘅角度去面。不過看屋嘅總唔得單槍看外表，認真要拉專業嘅人一空一揭記出啲哦。如果我要看這間房子現在有沒有壁癌，我要看哪裡？就是那邊放洗衣機的地方就會有水管，所以有水管就可能會造成。對，聰明。那相對是在我們這個房子的哪個位置？以為就是房東可能只是單純賣一個房子，可是剛剛葉大哥跟我介紹有關很多不一樣的事情，比如說像風水啊，還有家具的使用啊，跟一些像瓦斯啊，還有天然氣之類的。你覺得你有辦法嗎？我的口才沒有比葉大哥好，然後我覺得我連自己都無法說服自己買這一棟，所以我可能也沒辦法說服別人買下這一棟房子。那四方，我們今天房子就看得差不多了。對，那因為這個房子你大概都有概念了吧？我們接下來的功課就是你要把你今天知道這房子的所有的部分，把它集合起來，包括這個房子的優點，把它整理起來之後，你要做出一個屬於你自己的 DM。去跟客户介紹這個房子，然後第二個功課就是你要把這邊的商圈畫一下，那熟悉這邊的環境，因為客戶不只會跟你問房子，也會問你說這附近有什麼東西，所以還有下一個功課就是在這附近會畫一個這附近的商圈圖。我們等下回去公司，那我拿一些 sample 給你看，那你做一個參考。那今天晚上要把它做出來，那我明天上班的時候我要看到。這其實很短。進到辦公室，經過葉大哥嘅解釋過後，四方對商圈圖咪總算有啲嘅概念。聽聽就以3人單人同馬去記錄去探索。不過可能係天色暗昏，你冇熟悉環境，本期頭下馬還有樣係無頭無態。商圈圖一開始是我想的很簡單，可是剛剛實地走真的就是沒什麼地標。我以為就是可能路上會有很多便利商店啊，或是一些速食店，就大約抓個幾個店家，把名字寫上去，畫個大小就好。可是剛走下來就只有一個建築物，我以為就可能只是單純的一個賣房子。然後也沒有想過早上可能要面對客人，然後晚上還要面對這冰冷冷的街。第四方的街路後，在點個人中嘅冷風，咪體會到做一個好嘅中人有幾辛苦誒。帶定商圈圖，進到辦公室，結果冇乜嘅內容做得寫，不過激動起嚟咯，從未想到嘅一個好方法。我是愛 Google Map， 因為我剛剛就是沒有畫到一些該畫的，所以我現在在小 paper。對，可是 Google Map 好像也是好幾年前的，
那些大楼都还没盖好。想要本上天图和较完整嘅想法，每次做得暂时停下来，因为根本暗部还有一份拍破用嘅 DM 而设计完成，是否没有设定位出天来做好事哦？我刚听叶大哥讲说，他都做到可能11、12点，甚至到凌晨，跟我们一般学生就是真的还是体会到就是当上班族的辛苦，所以当学生很幸福，觉得压力还是比他们小。屋主的身份证一份。这场体验嘅体验日，是否打造未准时参加嘅早晨时头嘅比议，堂顶点钟老同事讨论新建案，然后相关嘅建筑法规。另外呀，一个实习生做得参加安样嘅比议，相信听说做得到同多哦。他们不知道在讲哪一国语言。这里就是属于组装，对不对？对。那个电热水器，它这里有没有220个电？有关房子内部的什么水管线、电线，完全就是一问三不知的，觉得会有挫折。指导原则，那个玉米那边比较清楚念一下吧，有3点念一下。第一，狭小道路巷弄设摊。他们不知道在讲哪一国语言。刚某位叶大哥说，一些专有名词，然后他有指给我看说，就是平面图上面的哪些地方，然后还会讲到什么建价，然后就是完全就像个局外人。对。Hello， 世芳。哎，昨天还顺利吗？DM做好了。DM做好了。这是你昨天画的商圈图吗？对。你说比较有印象是宝来建设那一栋啊。那这边你记不记得宝来建设旁边有什么？宝来花园旁边有什么？没有。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块公园？公园？对，没有注意到公园，所以你公园也没有画到。哦。那我们真正新人在画的话，可能还会要求就是说楼层，然后从头到这里是几号到几号，有没有管理员？管理员姓什么？对，我们可能甚至会做到这样。那虽然说虽然四方嘅上圈图本业太高点出嚟当到缺失，不过 DM 嘅设计速度好呢，看来好高度嘅健步训练，有氧的这场空十分好用哦。好，那我们把你做的东西，我们把它成果印出来，讨论看信箱。对，那看你的 DM 会不会吸引到客户。通常我们会针对这个房子附近，可能就是会派，也许300到500份，也许1000份，你要看它周围的大小，还有你这个广告，你的需求是什么。四方，那你看看说，觉得在哪边发可能人会最多？然后你就把你手边的传单发给客户。不好意思，参考一下好不好？你参考一下好不好？谢谢。参考一下。我现在赶时间。好，谢谢。不好意思，参考一下好不好？四方现在目前就完全不敢发，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发，他可能还没有接触过人群吧。那客人不会主动跟你拿，你要给他。那他如果今天的目的是要把这些派完的话，那目前看起来有得发了。对，我等下可以实际上示范给你看。体谅到释放嘅经验唔啦，入太過未親身示範嘅用嘅來法。唔過明明係強裝 DM，
做乜嘅高路人就願意對葉太高嘅樹康接過去呢？叶大哥发的怎么样？他的成功几率很高，因为他笑得很甜，很开心，然后还有他弯腰的时候就是都很弯腰，身段吧放得不够低。说你吧。对啊，就是不够热情，然后还是太害羞了。其實派步除咗愛曉得較強嘅話，面帶點自信嘅笑容，咪係十分重要嘅哦。第四方學嘅葉太高發送嘅方式，成功率短暫未提高嘅當多。第二個時節，行接到添學嘅同地，共有一個老主顧，愛看幾件 Q 嘅流嘅步。唔過葉太高嘅天，愛本四方以三人感受，然後然後面對面嘅過程。那时候的心情都凝重，因为第一次嘛，可是也有一点兴奋，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兴奋感。龙妈妈吗？哎，是啊。你好，我是今天要带你介绍看房子的小芳。哦，好，小芳你好，我们都很准时。那带你上去看看。好，谢谢你。谢谢。就既然都要带他看房子，也不能说显现出自己不具备专业啊，就是要想办法让自己要有信心一点，告诉我妈妈就是一些我所知道的一些东西。它这个客厅哦，它的这个电源都拉好了。对。大概电视应该是可以放到。电视是差不多放这里，然后冷气是在那里。嗯。这是晒衣服嘛？对。洗衣机看起来前后都有一点视野哈，还蛮不错的。所以它这个房子的坐落是，就是现在感觉下午嘛，太阳晒进来。那早上的话呢？早上的话是从那时候我妈问我不会有问题，当下就有点慌掉，完全没有想法，也没有思绪，不知道要怎么回应她。然后我就也是很糊弄的带过，然后事后叶大哥拿出说要看那张资料，然后我才就是恍然大悟，才知道原来其实他提供给我的资料上面就已经有了。他这边的电好像是用那个热水器，是用没有，他是用那个桶装的瓦斯。这里就是属于桶装，就对了。对。那个电热水器，它这里有没有220的电？220吗？那这样子看不出来，可能要去那个总开关。哎，那你做这个防冻液做多久啦？我差不多今天是算第2天。第2天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请你们再多加油。好，谢谢你指点。好，我会再帮你问清楚。好，谢谢你，谢谢你。有关房子内部的什么水管线、电线，完全就是一问三不知的，觉得会有挫折，都是因为自己能力的不足，才会感觉到有受挫的感觉。所以其实容妈点出我一些问题，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想，也是我可以改进的地方。所以我比较，龙妈妈，你好，好久不见，不好意思，新同事，对，我新同事，介绍还 OK 吗？可以，很好，我差点考倒他了，今天可能还需要你来帮忙，因为刚才结果小芳带我看结果，好像我还是搞不清楚。哦，像阿姨有没有看到那边有一条哈，这个是铁的。哦，这是铁的哈。对，这条就是做瓦斯管线的。哦，所以它是有预留。有预留，你看哈，它到上面这边已经有一个开口了，所以我猜它楼上楼下应该有几户有装，可能甚至你的楼上有装。因为我看那个阳光好像有点晒，对，我帮你看一下哈。那个小芳那个资料就有像，好，我们当初都有量过。那龙妈妈我们可以对一下哈，我们的客厅在前面，对，那。它的北是在我们的这个方向。那这样子的话，应该可能会就是会夏天会比较热一点。阿姨，因为你看一下哦，光线照过来的话，其实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对，差不多在这个位置。那
平常的话，你可能这边是因为它电视设计在那边嘛，它其实也有考量到一些东西。因为如果电视设计在这边的话，你光线照过来，平常看电视就会有反光。那在新店因为山比较多，那新店其实算是湿气会稍微比较低，台北会稍微重一点点，所以我们平常有太阳晒，其实对房子都是好事。有光还有得救，有光做窗帘就好。万一你这个是没有光，你就完蛋了。哦，就是采光就很。你没有光你就救不了啊！你有光，你用光帘遮一下就好了。你没有光，你想救都救不了。现在好像有得救了。叶大哥的，我觉得他很厉害的点就是，他把原本一个可能我妈妈觉得是缺点的东西讲成优点之外，他也把我妈妈觉得不好的地方，他有给他改善的方法。像我可能只会以单一的角度看某一件事情，可是他会以他的经验，就是以他的实作中，然后去说服他的客人。无侦查，你也就系以身延长越久嘅经验，总做得到嘅好反应。不过 NDE 嘅系，经过廿摆设计老人客接触，对私房来讲，算来有得到正式嘅帮助，也系气氛无呢。在学校啊，老师交代的功课，可能只要翻翻课本、找找资料，就可以应付老师的作业。可是，在职场上，面对客人，不可能只说就是做一些基本准备就可以回答他所有问题。经由了这2天的体验，我就其实有想说，爸爸妈妈可能在外面也是赚钱很辛苦。然后经历很多挫折，可是他们都会坚强啊，就是其实不会把事情告诉小孩子，不会让我们担心，就是蛮难想象他们在职场生活中被别人就是可能就是被别人受过什么不尊重之类的。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可能17年，可是他们付出的可能是他们的一切，然后有时候我当然就是很不听话，然后就是或许有时候就是也是对他们很就是爱理不理啊，觉得大人都不懂小孩子，可是就是这次的体验下来，就是觉得，就是他们真的很伟大。世芳，我觉得，因为你算是比较内向的女孩子，所以我会觉得说，可能在个性上面啊，可以再多活泼一点。那不要害怕与人接触，因为如果真的要走这个行业，你每天都是要与人接触，每天都见到不同的人。因为我看你比较内向一点，我怕你的抗压性不够，所以说可能多尝试的去独立做一些事情。那不要怕被骂，那勇敢的去问，那勇敢的去做。对，那我觉得坚持下去，然后努力朝你想走的方向去做努力，我觉得你会成功。經過了解體驗，來啲買碗拎係介簡單嘅條路，來體驗到學校好多嘅事情，來了解阿爸嘅辛苦，來除了就是來收穫青島嘅地方，來啲我離東河嘅買碗拎有一段距離，不過來會好好打拼，實現自己嘅夢想。